帝欣養生以最健康、最天然、最有效嘅減肥方法，為你打開人體減肥密碼嘅奧秘。所以帝欣準備咗源自中國醫學遺產，喺民間歷代沿襲、源遠流長嘅火罐療法，為你疏通經絡氣血，振奮臟腑功能。另外，亦都為你帶嚟日本正宗岩盤浴，利用獨特嘅天然稀有鋁元素礦石，幫你促進全身嘅新陳代謝，令皮脂腺喺身體嘅內部向體外迅速排走深層汗液，排除體內沉積嘅脂肪同重金屬等毒素。岩盤浴起源於日本秋田縣玉川溫泉，而台灣北投亦都有佢嘅蹤跡。喺日本江戶時期，當時嘅獵人發現受傷嘅動物都會去到玉川溫泉嘅岩石上面躺臥療傷。後來當地人亦都模仿動物，發覺躺臥完之後，身體同精神狀況都變好咗，而且有好多神奇嘅療效。而當中療效嘅秘密，其實係含有天然稀有鋁元素嘅北投石。日本人又將佢稱之為藥石。岩盤浴喺室溫約60度、濕度約60至70% 嘅房間內，會釋放出大量嘅天然遠紅外線同多種對人體有益嘅微量元素同負離子能量，通過人體自然吸收。只要躺臥喺含有天然礦石嘅岩盤浴上邊40分鐘，就相當於慢跑30公里。除咗可以輕鬆排汗同排除體內沉積嘅毒素之餘，仲可以提高基礎代謝率12%，迅速修復受損細胞，調整體質，恢復年輕透亮肌膚，令身體更加健康。《黃帝內經》記載，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所以中國醫學當中就有源遠流長嘅火罐療法疏通經絡氣血，經歷千年仍然流傳至今。晉代醫學家葛洪著嘅《肘後備急方》就有葛法嘅記載，亦即係用挖空嘅獸角嚟吸拔膿瘡嘅外治方法。而唐代黃圖著嘅《外肽秘要》亦曾經介紹使用竹筒火罐治病，證明火罐療法對於治療養生有顯著嘅幫助。帝欣嘅火罐療法喺身體唔同嘅穴位吸拔，可以疏通經絡、平衡氣血、調整內分泌、加速血液同淋巴液回圈，促進腸胃蠕動，從而改善消化功能。同時令新陳代謝加快，自身產熱，就可以做到先減去體表脂肪，再消耗體內深層多餘脂肪嘅效果。所以想達到安全、保健、極速減肥瘦身唔反彈嘅目標，唔再係難事。我哋第一日嚟試嘅時候呢，我第一日試完我就中意啦。我唔得，我都係中意跟拔罐呢度學，我都係中意拔罐呢邊喎。拔罐個過程真係覺得好舒服喎，即係你瞓喺度咁嘛，係靠個導師，即係嗰個導師嚟同你拔罐啊各樣嘅啫嘛，你唔使點喐㗎，我覺得。OK 㗎，其實都唔使喐唔使剩，好老實講，淨係瞓喺度，又減到肥咧，自己又即係睇到個型出嚟㗎，其實係。咁好講真句喎，我而家呢幾個月都我進瘦緊，我係進瘦緊咯，我又冇反彈呢樣嘢，因為我哋係冇食藥啊，同埋我冇做機。即係真係全部係靠拔罐啊，瞓嗰個岩盤浴啊，帝欣呢個岩盤浴真係好好，佢同我排咗好多即係毒素出嚟可能，啲水分去得好好，咁變咗我又唔覺自己有反彈喎。咁食減肥藥咧就開頭都會覺得 OK 嘅，即係可能頭嗰10磅8磅啊，你會覺得受到，但係一過咗嗰10磅之後咧，跟住就開始又係停㗎啦，唔會點樣喐㗎。咁同埋最主要就係食嗰啲減肥藥係好多嗰啲副作用咯，會心跳啊、出汗啊、手震啊咁嗰啲。咁同埋你係明顯睇到自己個面色唔好㗎。其實喺帝欣呢個減肥你最睇得到就係你個面色係會越嚟越好㗎。所以點解會覺得嚟帝欣呢度做拔罐石？你除咗減肥之外，仲可以調理你個身體，即係女人好緊要㗎嘛，調理身體。係啊，我呢個位啦，咁啊，雖然啊勉強都可以叫得肥，嗰陣時都見到眼白尖尖。假如你都唔想再辛辛苦苦節食，加上食減肥藥都只係瘦到10幾磅，就嚟體驗一下帝欣不服藥、不施針、不節食、不反彈、拔罐養生減肥及正宗嘅岩盤浴，感受下極速同埋輕鬆嘅減肥療程，開啟人體減肥密碼。